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女性的抱怨，嫌自己脸大，被别人起了大脸猫、饼子脸等外号。对于这样那样的面部问题，究竟有没有办法解决呢？今天就让我来帮您探寻一下答案吧。看看时下最时尚的电影明星、电视节目主持人，哪一个不是小尖脸、巴掌脸？脸大的女孩自然就很苦恼了，着装拍照总是找不到感觉。这种既不时尚也不上镜的脸型，总会被人冠以大脸猫、大饼脸等等称谓，让人尴尬不已。其实大脸是可以改变的，脸大多是因下颌角或咬肌肥大引起的，这完全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进行去除。伊米尔的下颌角手术是由专业的颌面专家主持进行，术前3维立体 CT 扫描精确到1毫米，口内入路选择及特有的微创技术，让美丽不留痕迹。对于面部屈圆的娃娃脸，可以通过面部吸脂来解决；单纯咬肌肥大，也可以通过注射肉毒素达到小脸的目的。另外，如果您还有颧骨过高、颌颞部不够丰满及下巴不标准之类的烦恼，那就赶快拨打咨询热线83786188，让专家给你贴心的呵护。